本集內容：物理語言。日常生活嘅語言通常有主語、動詞、形容詞等等，俾人知道邊個講緊嘢，邊個做緊嘢。而物理語言就只係描述事情嘅成分、過程、轉變、狀態等，俾人有客觀化、非人化嘅感覺。物理語言往往有令人摸不清來龍去脈以及撇清責任嘅效果。例子一：喂，斯文啲啊！係啊，咁我而家要去刺激個大腸，令到括約肌咧能夠棄置嗰啲廢物同埋嗰啲毒素啊！嚇，即係咩啊？屙屎啊！讀大學。片段裡面，男子話刺激大腸，令括約肌能處理廢物同毒素。在追問之下，先發現係講緊大便。男子將大便用物理語言講出嚟，令人一時之間摸不着頭腦。例子二：聖誕節過後，我升職啦，但係唔使恭喜我自己，因為我升職第一個任務好重要，就係將現時嘅同事由佢哋自己個位移翻去佢哋自己屋企。簡單嚟講，就係炒魷魚。片段裡面，男子話要將佢哋由佢哋個座位移返去佢哋屋企，係指將佢哋炒魷魚。男子用物理語言講出嚟嘅時候，令人覺得事情同佢無關，有撇清責任嘅效果。最後總結，物理語言以客體化嘅角度嚟描述事情，有令人摸不清來龍去脈以及撇清責任嘅效果。相關嘅議題，我哋會喺將來嘅集數再加以討論。拜拜。